始。哎，再往前点。你手抖的。你坐这儿，然后我先给他示范一下。你真正的去学习，要去演一个这样的扎针的护长，你才会知道，真的是行行都不容易。拍拍。拍的不对，不是疼的问题，是不对。不就这么拍，还能怎么拍？对，然后啊，血管就差不多还行哈，就可以那个点灸了。不是，要松开了。哦，要还是太费劲了。就别回啊，别再回去了，就一次性。这怎么扎来着？往里送一点，把这白色的帽拿下来，然后拧在这个上面。哦。先扎。哎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是这么扎吧？我觉得太难了。我太难了。别担心啊。扎得真好，一点都不疼。